10分钟精读一本书，今天我们读《经济学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作者陈永伟。我们常常听人说，如今就业难，不好找工作。可现在我们处在什么样的经济环境之中？未来发展的趋势又是如何呢？很多人，包括我在内，对此都有疑问。那么懂得一点经济学的理论就显得尤为重要了。近年来，房价一直是我们关心的问题，经济危机这个词也不断地在我们耳边频出。而想要深入地了解这些问题，首先我们要从银行说起。银行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为常见的一类金融机构，它的主要工作是通过存款、贷款、汇兑、储蓄等业务来承担信用中介职能。根据记录，历史上最早的银行是由皮克洛米尼家族于12世纪创立于意大利，在当时，其家族在全欧洲的贸易，包括放贷、货币兑换等金融领域都享有极高的地位。而到16世纪后期，银行也开始受到金融从业者们的青睐，很多从业者纷纷将老式的金融机构进行改革，做起了银行的生意。1694年，英国政府为了筹措战争经费，向公众公开招股，成立了英格兰银行，也因此打破了原先只能由个人或者家族创办银行的传统，开创了股份制银行的先例。随着银行在金融业的日益发展，到今天，银行已经成为了最关键的金融部门。那么，银行的地位为什么这么重要呢？主要是其在充当货币的供求中介过程中非常重要。在过去，虽然借贷关系也存在，但资金的供需双方往往只能发生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例如亲戚、朋友。即使有了钱庄这种就金融机构的加持，这个范围依然有限，但银行却可以大范围地将人们手中的资金吸收进来，然后再放给那些有需求的人，从而使资金得到更为高效的配置和利用。马克思曾在《资本论》第3卷中说道，现代银行制度一方面把一切闲置的货币准备金集中起来，并把它投入货币市场，从而剥夺了高利贷资本的垄断；另一方面又建立的信用货币，从而限制了贵金属本身的垄断。要知道，在银行产生前，人们在需要资金时只能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向人借款，而在这个局部市场上，资金的持有人显然拥有垄断地位，因此可以向对方索取高昂的利息。但是银行出现后，人们就可以通过银行这个中介向无数身处各地的人借钱，高利贷资本的垄断被打破，利率自然也会出现相应的下跌。第二个方面，所谓信用货币的创造，指的是银行可以在吸纳存款之后，将部分资金进行储备，以备不时之需，而将剩余的资金作为贷款发放出去，这样市场上流通的货币数量就超越了市场上原本的货币量，货币本体也就是贵金属的垄断也就随之被打破了。随着信用被不断创造出来，人们从市场上获得资金就会变得更为容易，这样市场上的商品流通也会更为迅速，资本循环也就会更为顺畅，整个经济的运作效率也就提高了。不过，信用的创造也会给经济带来更多的不稳定，它意味着银行策略的变化将会给市场上的货币流通量带来很大的冲击。此外，银行还有一个重要的价值，那就是将直接证券转换为间接证券。这里所说的直接证券是指非金融机构如政府、工商企业乃至个人所发行或签署的公债、债券、股票、抵押契约、借款合同及其他各种形式的票据等，而间接证券指的则是金融机构所发行的钞票、存款、可转让存单、人寿保单等。在现实中，每个人都可以发行证券，比如张三买了李四价值100元的货物，而此时由于张三的钱在银行里，身上没有现金，于是就打100元的欠条给李四。如果这两个人都是守信用的，那么这个证券在他们彼此之间就是可以使用的，并且其价值就是100元。但是如果超出了这个范围，可能就不好用了。比如李四欠了王五100元，想用这个欠条来抵债，那王五是很可能不认这个欠条的。但如果用的不是欠条，而是银行的支票就不同了。从本质上看，银行的支票是基于银行债务发行的证券，它标志着银行欠该支票的持有人一笔钱。在张三给了李四100元的支票后，他就很容易的把它转给王五或是其他人。这个例子就说明，个人或私有企业发行的直接证券在使用效力上是远不如银行发行的间接证券的。因此，当人们把资金存入了银行后，就由个人的直接证券变成了由银行发行的间接证券，其流通范围和认可度都会大幅度上升。然而，虽然银行的出现可以为投资人提供有效的流动性保险，而帮助他们度过流动性的危机，但银行本身其实也是脆弱、充满风险的。我们知道，虽然银行里有很多钱，但从本质上，这些钱都不是银行自己的，而是他们欠存款人的债。
因此，如果在某一个时间，这些债权人都来找银行要钱，而银行又还不出钱，那么银行也会陷人流动性的困境。在金融学上，这种现象就是挤兑。对于银行而言，挤兑几乎是一个梦魇。由于银行本质是逐利的，所以在吸收存款后，他们都会将大部分资金作为贷款发放出去，只留下一小部分的准备金应对一些零星的兑付。因此，一旦大规模挤兑发生，如果没有外力介入，银行的违约甚至倒闭就几乎成了必然。而挤兑的发生其实是经济领域中多重的一个体现。具体来说，每一个储户究竟是否选择去银行取出自己的存款，取决于他们对于银行的信心，而信心是由其周边人的行为决定的。如果他发现没有人抢着去取钱，那就说明银行是安全的，因而自己也没有必要去取。但如果某一天他发现大家都抢着去银行取钱，那么就说明银行出了问题，自己也必须抢着去取钱。因此，当恐慌一产生，大家都害怕银行出事，都去取钱，于是银行就真的出事了。那么经济危机又是如何产生的呢？比如2008年的经济危机，主要是在高科技泡沫破灭后，受美联储货币政策的推动，贷款机构在美联储连续降息及房价的连续上涨期间，看到了巨大的商机。他们一方面向房地产商提供贷款，支持房地产开发，一方面降低购房贷款条件，扩大贷款需求。一些贷款机构甚至采用了零首付、零文件的贷款方式，导致许多根本不具有还款能力的人通过编造虚假信息获得了刺激贷款。而贷款机构为了分摊风险和回收资金，又通过投资银行将这种贷款资产证券化，对刺激贷重新包装，设计发行了 MBS、CDO 等衍生产品，将贷款进行二次售卖。在赚钱效应的吸引下，衍生品市场规模迅速扩大。然而，这些产品的风险并未得到充分认识和管理，随着购房者的还贷负担加重，大量违约现象的出现，从而导致银行即使收回房屋，也卖不到高价。在这种大面积的亏损下，导致这条线上的所有投资者都会遭殃。在这种恶性的循环下，最终导致了经济危机的爆发。在金融危机的过程中，恐慌性抛售以及对恐慌性抛售的恐惧是扩大危机的重要原因。对于那些自己还没有遭遇流动性危机的企业，他们通常会有两种心思：一方面，他们对因流动性需求压力而被迫抛售资产心存恐惧；另一方面，又期待其他银行抛售资产，这样可以以低价来获取对手的资产。在这两种心思的作用之下，每个银行都会死死捂住自己的钱袋子，甚至连正常的同行拆借和信贷都不提供。这样一来，市场上的流动性就整体冻结了，那些希望获得流动性的企业和银行都会因此陷入困境。本来有一两家银行陷入困境，只要同行可以及时提供支持，那么他们就可以成功度过危机。但如果同行们都见死不救的话，那么危机就会如星星之火，很快烧遍整个行业，最终整个金融行业都会被恐惧笼罩。这时，所有的银行都会争相抛售资产，这种恐惧性的抛售会让资产价值急速跳水，市场上的银行也会如多米诺骨牌一样，一个接一个的倒闭。同样，中国的楼市泡沫一旦破裂后，对中国经济的危害也是巨大的。当房地产泡沫破灭后，房价出现下跌后，需求也会急剧下降，从而造成房价再继续下跌，以此形成恶性循环。而购房者多数为高价的按揭，如果房子一旦成为了负资产后，很多人就会抛房出售。同样，银行收回的也是贬值的房产，这就会冲击整个金融体系。现在距离2008年的金融危机已经过去了10多年，在岁月的冲刷下，一切好像又恢复了常态。每一天，银行和金融机构都照例吞吐着巨额的资金，为经济输送着流动性。但事实上，在表面平静的背后，危机的阴影从来都没有远去。能源危机、供应链困局、俄乌冲突，每一个事件都可能成为下一次危机的种子。那么，在下一次危机袭来时，我们可以从容应对吗？从现在看，情况其实并不乐观。黑格尔说过，人类从历史中吸取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不会从历史中吸取教训。而这10多年的发展，似乎再一次印证了黑格尔的预见性。这本书以生动有趣的方式介绍了30多位经济学大师的生平和思想，涵盖了宏观经济学、增长理论、微观经济学和当代经济学前沿等多个领域，在为读者提供全方位经济学知识的同时，也可以帮助读者关注自身的经济状况，定期审视自己的收入、支出、储蓄情况，制定合理的财务规划，学习投资理财的技巧，避免陷入经济困境。